美國在台協會公開一場咱海巡署的台北艦和美國遠洋巡邏艦美吉德號做伙出現的相片。咱的海委會主委關碧玲就回應講，美國理解台灣是台海唯一的執法單位，而且這國防部後禮拜嘛要進行漢光演習，會甲海巡列入去做伙演練。有學者就認為講，這台美透過實際合作，會當來反制中國佇咧普色地帶侵擾。美國在台協會 AIT 大動作，而北京罕見佇人民冊拋出台灣海巡署巡防救難艦台北艦，還有美國海華防衛隊遠洋巡邏艦美吉德號，佇同一張相片內底出現，兩隻軍艦編隊航行。AIT 表示，美台互相合作，包括搜救、海洋資源保育、打擊非法掠魚仔、攔查海頂毒品走私。海委會主委關碧玲強調講，美國理解咱國是台海唯一的執法機關。台灣、菲律賓、澳洲的海巡單位呢，已經強化彼此的合作。在過去這幾年來，不管在日本海、在南太平洋、在南海，都有很多呢合作的項目正在進行當中。我支持一切有助於維護中華民國主權、保障漁民權益、提升海域執法能量及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國際合作。真拄好的是，國防部同一天宣布後禮拜舉行的漢光演習，內底重點演練的項目都有反封鎖護航，而且甲海巡納入去操演內底，進行兵時甲戰時的轉換。海巡甲國軍會合作演練物資接收、清點、轉運甲護航。根據學者觀察，美國透過具體行動，甲台灣的海巡合作，強化台海在內的第一島鏈防衛，反制中國普色地帶的侵擾。中國想要刻意的在第一島鏈擴大它虛無的這種管轄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海岸防衛隊以及 AIT 就是把這個台灣跟美國的合作展現出來，用意就是力挺台灣的海巡，還有第一島鏈的這個開放跟自由的航行。有關咱國民眾去中國失去聯絡的人數，根據交通部觀光署的統計，2024年咱國差不多有277萬人次去中國。陸委會通報失去聯絡的，防留佇遐調查，也有防限制人身自由的，攏總有55個人。也若去年是323萬人次去中國，通報的案件成長4倍，有甲221個人。今年頂半年去中國的有184萬人，到7月份為止，通報的案件有126個人。2年過落來，累積的通報有402個人。可能不夠周全的資訊，或者是蓄意堆出來的一些風險的時候，當國人忽視了未來真的有風險發生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陸委會就變成放羊的孩子了，不會有人在乎或者是重視我們陸委會所發布的一個警訊。在防通報的402個人內底，和中國關押的有216個人，開設詐騙案件有134個人，刑事案件有58個人。宗教案件有23個人，國安案件有1個人。南亞立委廖先祥甲陸委會發聲，講有關去中國的風險，資訊若無夠完整，莫咧遐直直喊。也若邱水正回應講，中國一直招咱國民眾去中國旅遊，煞無提供人身安全的保障，政府有義務提醒咱國民眾。記者綜合報道。